中国军演的是中国海警用越南语对咱台湾海巡呛声。有台语团体表示，这代表中国知影台语对台湾的重要性甲代表性。台语团体是呼吁政府要注重台语的发展，因为台湾话有咱的主体性，重视母语嘛通抵抗中国渗透。这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，我敢正在依法巡逻管控，唔通妨碍我执法公务。为台独分子卖命，只有死路一条。配合军演，中国海警12月29用越南语对咱台湾海巡发声。其实中国已经唔是头一届利用越南语心战。有台语团体指出，这凸显台语甲越南语在发音和腔口的无同，嘛显示中国早就看出台语对台湾的重要性甲代表性，嘛呼吁咱国政府对发展台语甲国安价值要愈对重。中国军演会用因迄边福建话来甲咱发声，就代表这个语言唔是干那沟通的工具。佮较是有可能博感情得用的一个足好的假施，互台语佮较强、佮较丰富、佮较西团的时阵，其实某一个程度嘛是会当抵抗中国的统战甲这个影响。有学者以俄乌战争做例，指出乌克兰语和罗西亚语相换，开战以前家庭使用占一半，开战了后有70%改讲乌克兰语，这也显示语言对民族意识、国家认同的重要性。学者强调，台湾话有咱的主体性，重视母语，愈通抵抗中国的渗透。当然做工做嘛是对遐过来，但是咱行过的历史无共款，发展都会无共款。族群也有认同，都会产生咱对这个语言的尊重。我相信安尼来分你甲我是上紧，而且嘛是上有效的。学者嘛提醒讲，台湾在华语为主的社会，受中国媒体戏剧等等的影响真深，无意中就会接受中国的观念，要统战嘛愈简单。台语团体认为，台语是台湾上有代表性的语言，呼吁政府要对各方面来深化探根，莫干那看到台语的文化价值。记者卢尚珠、郑春尧台北报道。